宣调。万几个妖花，你徛起的所在，遐通意爱。我的心神乱无妖花的电院到分去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我的上帝求救。以色列啊，你着望妖花伫有丰盛的救赎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伫初代的教会内面，你要用着圣神特别的温柔来守护你的圣徒，互因有能力来宣扬主你的话语。恳求主你也将同款的智慧、仁爱、甲关联的灵来赐予罗卜。我有缘会当受命，用着主你的名来传个教示的，求主你帮助你所要传的这个真理，会当顶好良心来坚固心智，也有听见的人会当受感动，互你的国度会当扩大壮大。但目前，也已经进入这个春天了，气温也渐渐在回升。那美国本土的肺炎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开始普及化的注射了。我也看到这个病毒疫情也渐渐稳定落来。但北美各所在的这个经济嘛开始渐渐的回升。但伫这段恢复的这个期间，也互我无放松，我也要着爱依持这个防疫上的责任，通互病毒完全来离开我，互我会当早一日倒转去过去迄款正常的生活，我也通倒转去教会做实体的这个聚会。今日我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欧罗利，求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日所有参与的这个网络礼拜乡亲兄姐，大家做伙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你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兄姐拢会当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。现在恳求主，先来清起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，让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到11节。第9节，7日的头日清早，耶稣已经过活，首先出现伫约达列的玛利亚，就是耶稣前捌对伊赶出7个鬼的。
平时甲耶稣同伫地的人，迄时伫犹门啼哭。玛利亚去甲因讲，因听见伊个话，佮互玛利亚看去，竟然毋信。第二位圣言在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26节。人若服侍我，就得对我所伫地的所在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爸要对上伊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的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均人。阿明。这特别来吟学落的诗，就是十字架顶的这个苦难。但今日是过亚节，虽然毋通袂记你第3工前，就是拜五，顶礼拜拜五，咱的主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，为着你，为着我的罪来受钉。就是第3日，就是今仔日主已经过活，所以咱这条咱来纪念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受这苦难。伫10多年前，我甲我的牧师娘去南加州参加一个特会，迄日是由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，就是赵永基牧师娘所主持的。所以迄日伊就教阮吟这首诗歌，十字架顶的这个苦难。歌词是由这个赵永基牧师所写的，这个曲是由牧师娘所来谱曲的。所以当因完成这首诗歌的时，因伫吟的时，目屎直直流袂停。因为当因受到这个无罪的主耶稣为着咱的罪，被钉于十字架顶的时，因就不知感动，因为主会受钉，咱才得到救。所以歌词是咧描写讲，十字架苦难遐大，主受钉的手骨骹，无罪救主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甲宇宙万物，花草树木拢伫啼哭。日头也失了光，这个光彩，遍地拢陷落伫这个黑暗。啊，永无停止，主的疼未改变。啊，直到永远，救恩的溪水直直在流。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脚，无罪救主耶稣，受钉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宇宙万物，花草树。哭，日头也是落光彩，面对路陷落黑暗，也无天主，主的疼也无会改变。地流，十字苦难遐尼大，自受着的手甲脚。
做救主耶稣，受定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宇宙万物，花草树木拢天空，日头也是落光彩。遍地路含落暗，命无定罪，主的听袂会改变。你到永远，救阮溪水直直地流。滴滴地流。十架苦，人遐尼大，出世的手感怕。无做救主耶稣，受定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宇宙万物，花草树木拢天空，日头也是落光彩。遍地路含落暗，也无定罪，主的听也无会改变。你到永远，救阮溪水直直地流。苦难遐尼大，的手感怕，无做救主耶稣，受定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宇宙万物。日头也是落光彩，遍地路含落暗，命无定罪，主的听袂会改变。你到永远。溪水直直地流，救阮溪水直直地流。十架苦。人遐尼大，出世的手感怕，无做救主耶稣，受定伫十字架顶，天地间宇宙万物。花草树木拢天空，日头也是落光彩，遍地路
的疼永会改变。你到永远，救阮溪水直地流。十个苦难遐尼大，一首歌要唱感谢，无罪救主耶稣，受着十字架钉，天着甲宇宙万变。把光依靠，日头也是落光彩，天地路含无痕，也无定志，主的疼不会改变。亲爱的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过节快乐，哈利路亚！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对死过活，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过活，这是伫历史上一个真重大的这个事实，伊就关系到人类或者是得救的，还是灭亡的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若是世事无过活，人就无得救。以及这个过活的愿望，保罗先生讲，基督若毋捌过活，咱所传的是空空，恁所信的嘛是空空。咱若去注意读这个主耶稣基督过活的这个记录记载啦吼，咱就发觉，这个四本的这个福音册内底，拢总有记载一个妇人人，就是抹大粒的这个玛利亚。圣经讲，这个抹大粒的玛利亚捌互7个鬼甲伊颠盘过，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伊的故乡，伊的病得到医治，伊的性命有真大的这个改变，所以就做一个选择，伊决定要甲主耶稣来做伙 ，be with Jesus。所以伊就一路对加利利来跟对主耶稣来服侍主耶稣，佮甲伊家己的这个财产供应互主耶稣甲学生，帮助因伫这个团队事工的需要。那么莫大了，这个玛利亚尽忠到底，伊亲目看到主耶稣基督受死、埋葬以及过活，是头一个见证主耶稣基督过活的人。所以当主耶稣44000人了后，坐船到这个马加丹，马加丹就是抹大拉玛利亚的这个故乡。这可能是玛利亚第一遍拄到耶稣的所在，然后伊就开始一路来跟对主耶稣，来行到这个加利利的这个乡城，最后来到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个十字架下面，以及这个坟墓的边啊，坟墓。伫这个坟墓内，伊找无到主耶稣，天使对伊讲，主耶稣已经无伫遮咯。爱伊去通知遮的学生，去加利利来见主。就伫伊走去要报好消息的时，伊遇到这个过爱主。这个玛利亚到底有什么款的性命？这个秘诀，
通得到这么大的这个祝福呢？咱若详细去读这个福音书，就会发觉到伊的秘诀就是伫遐 ，be there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若有主耶稣伫地所在，伊就伫遐。伊选择有耶稣同在的所在，伊看见主耶稣医病赶鬼，伊嘛听过主耶稣的教示，伊也学习到主耶稣要安怎来祈祷。所以，甲主耶稣三个做伙，成做莫达拉玛利亚活命中的一支锁匙，这个动力以及一个改变。那么，伊所做第一个，这个伫遐，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阵，伊带着伊的病痛，伊家己的问题去找主耶稣，伊就得到医治，伊得到讨棒。脱离这个颠簸真久的这个邪神，咱也通带咱家己的困难，带咱的病痛，把咱颠簸真久的这个问题，伫主耶稣同在的所在来交互主，互咱轻松无重担，而且来面对主耶稣。那么第二个伫遐，就是伫福音的时间的顶面，圣经讲。伊跟对主耶稣一路行，看到主耶稣甲学生伫传道，伫这个生活中有需要，伊就用家己的财物来供应，互主耶稣甲伊的学生。所以人要怎样接受别人的祝福，要怎样来祝福家己，就是伫有需要的所在，你就伫遐，佮供应迄个需要，叫做帮赞者。这个就是莫达拉玛利亚。伫祝福时间的顶面，这个福音的时间的顶面，伊看到伊的责任，伫服侍中，毋但是祝福着别人，连伊家己嘛得到祝福。第三个伫遐就是主耶稣伫十字架的这个苦难中，伊嘛选择甲主耶稣伫遐，伊跟对主耶稣一路行，最后跟对到十字架遐，这是一场无公平的审判。就是伊无放弃，伊的选择是继续跟对主耶稣。虽讲迄时耶稣的学生拢走了了啊，就是伊并无离开。毋管伫即个十字架下面，还是远远伫看，伊所做的选择就是主耶稣伫遐，伊就伫遐，伊跟对主耶稣到尾。主耶稣死伫即个十字架顶，人用布盖包伊。放伫这个网内底，佮用石头封掉这个出口。人死了已经是绝望了，总是伊还阁是伫遐伫看，伫听候，伫迄个绝望的所在，已经是看不到一丝仔这个活命的气息，就是伊犹原无放弃，犹原还阁是伫遐，所以有时阵。环境看起来，咱已经是咱亲像无希望，咱是要放弃呢，还是要做别款的这个选择呢？莫达拉玛利亚伊无放弃，伊做一个选择，伊决定伫这个绝望的所在，要伫遐继续来听候主耶稣到尾。按照日个时，伊也转去，总是伊无结束伊的这个军队。所以第7日的头一日，主耶稣死后第3日透早，伊就走去这个墓园，要甲主耶稣的身躯来抹这个香油。伊看到墓门的这个石头已经过开了，主耶稣无伫遐，伊真着急去啼哭讲：“我的主伫倒落啊！我的主伫倒位啊！”学生也走来看，我靠，主耶稣的身尸已经失踪去了。然后圣经安那记载讲，学生就拢总倒转去了，就拢回家了。总是莫达拉玛利亚，伊伫墓园内底坚持毋肯走，一直咧哭，一直咧问，一直咧追找主耶稣伫倒落。玛利亚伊的啼哭，是因为伊甲其他的同伴捌坐伫墓的对面，定咧顾这个墓，
怎样国家连这个梦的石头已经互高开了，伊也毋知影呢？无非是因国家伫拄面困去啊。所以当伊伫找顶门的时阵，伊去遇到国外的主，最后所过了，最后所无成这个特别竞选的11个学生来显现，却是成这个莫达拉玛利亚这个无名的小主仔来显现，因为玛利亚选择伫耶稣同在的所在。约翰12章26节最后所讲：人若服侍我，就着缀我，我所伫地所在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会爸要对待伊。莫达拉的玛利亚跟对主耶稣到尾，伊得到一个真大的福气，就是头一个看到国外的主，主耶稣也互伊有一个使命，就是差遣伊去宣告耶稣基督国外的这个好消息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9节，第7日的头一日的这个清早，主耶稣过完了，就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这段圣经真水，主耶稣基督过完了，先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来显现，伊并无先这个特别竞选的迄个11个学生来显现，乃是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来显现的。因为玛利亚有最后一个选择，就是伫遐 be there， 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的所在，伊交托。伊生命中的这个重大困难甲病痛，伫福音的需要顶面，伊伫遐来供应。伫十字架下面，伫想袂透的事件中间，伊并无放弃，伊继续跟对主耶稣。伫完全绝望的时，无茫伫中间，伊继续伫遐咧听候主耶稣。甚至伫最后的关头，伊拢总无放弃，继续伫问。伊一定要找到主耶稣，这个就是莫达拉玛利亚伊的生命中这个秘诀，就是伫遐 be there， 伫遐 be there 听候主，伫遐 be there 伫追找主，伫跟对主，主互伊有一个真大的这个极大的应允，我 I am here， 我伫遮。主先向伊来显现，这是何等的荣光啊！伊见证主耶稣的国啊，伊亲目看到这个生命是真实的。这个是莫达拉玛利亚的选择，伊伫遐 be there， 也大大来祝福家己。但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每一个时阵，你所做选择是啥物？莫达拉玛利亚伊跟对主。伊服侍主，伊追找主，伊得到一个极大的荣光，伊得到这个国外主，伊的生命充满着这个愿望，伊对来就带领伊行头前的这个道路。亲爱的兄弟，咱也常常来做准备，彼得劝咱安怎讲有人伫问恁。心中不满的因由，就着常常做准备，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大人。这记载伫彼得前书3章15节。有陪伴，有听候，有期待，迄个生命就完全无同款了。所以莫达拉的玛利亚以前互7个贵界所附身，伊袂通挣脱。所以最后说一个来，就翻转伊的活命，伊将做一个活活的见证，见证伊生命得到如何得到改变，伊的身躯的这个捆绑是如何得到自由甲透放，伊将做别人信心不忘的这个因由。他莫达拉的玛利亚用着伊的这个财物来供应主耶稣甲伊的学生，这个财物的这个供应。不但补足了人的需要，也互人看到上帝，互上帝通得到荣耀。咱一路看到这个莫达拉玛利亚，伊毋是一个人，
是有几个妇人做伙，因有互这个舍身负身，互白爹苦楚这个共同的经验，所以做伙伫福音聚会中间就得到医治，所以就决定要跟对主耶稣，佮将因的这个财产供应整个传福音的这个使用，因彼此的相听，因做伙的服侍，互相彼此的鼓励，伫软弱的时就彼此来互相勉励，伫艰苦心的时就彼此来安慰，因共同见证这个上帝，佮真佮活这个上帝。当莫德莱玛利亚用这款的方式来服侍，佮用着真积极的肯定的态度，这个行动来影响人。伊所影响的就是这学生，或者主要所学生也开始伫问讲主伫叨位啊？伊的积极的活命，带动了迄时经验到主耶稣国外的人，所以学生是主要所规暝祈祷了所选出来，总是伫最后的关头，因惊吓尿喘，拢走了了。莫达莱玛利亚并无走，伊伫第3日的早起时，发现主要所的神死无去的时，伊头一日去走去找学生，彼得个走去坟墓去看，看了后，学生发现是啥？拢总转去啊，拢转去厝啊。所以莫德莱玛呢，伊是继续留守伫迄个坟墓的洞口，最后伊去遇到国外的主，然后伊佫走倒转去，甲彼得讲主要所基督过我了。迄个早起时，伊实在是有够无用诶，无用甲走来要甲耶稣身躯抹油，无用甲要甲学生讲耶稣无去了，也无用甲伊要陪伴学生走来看耶稣。耶稣离开，不是学生离开了的时，伊并无放弃，伊继续走倒转去，甲学生讲耶稣已经过我了。所以莫德莱玛利亚，伊是伫第一个看到这个。伫这个国外的这个透早，伊遇到主耶稣的。到今仔日，咱也期待会当去遇到这个国外的主，因为主耶稣活着，咱通期待咱的工作上会当去经历到这个新约，咱也通期待咱的家庭的关系会当得到这个坚固，咱也期待这个背个心会当倒转来归应上帝。咱们要期待，咱每一个祈祷。拢要得到应允，因为主要所基督已经过了，愿上帝伫咱一切所行所做的代志，搁伫咱的教会、甲咱的家庭，通得到荣耀。阿免。回应诗歌，荣耀能力拢归于耶和华。但今仔日是主要所基督的过来的日子，咱要将一切荣耀能力。尊贵、官兵、公义、圣洁、恩惠、慈爱，拢总归于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来。
大云风，予咱来做声乌落雨。来来
为团结你要花，来，最后勇敢，高日我，完全的大不同，我咱来追求欧陆。一生给你要花，来，为主爱你要花，来，最后中国，高日我。完全的大分红，我咱来追下欧陆。出来当心阿道三角的祈祷，最后宝贝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今日我对这个马可福音第16章第90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。我们做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伊选择伫倒落。对这个信息中，我看到莫达拉玛利亚伊的选择，伊选择了是跟对主耶稣。玛利亚是选择了服侍主耶稣，佮追求主耶稣。最后玛利亚得到一个极大的荣光。就是伊去遇到国外的主，伊的生命充满着这个盼望，带着伊继续行头前的道路。好，亲爱的宝贝上帝，我实在是真满心的感谢你，让你和莫达拉玛利亚才做一个看见你的一个国王，见到着主你的话名，主啊！莫达拉玛利亚伊本是一个无名的小主人，但是主你予你使用伊，予伊的活命通接到阮的祝福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予阮继续来跟对着你。主啊，你伫遐，阮就要伫遐，阮就要真做通接到别人的祝福，恳求主你来使用阮。亲爱的主。在我们要继续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美国、祝福台湾，有大家拢会当平安安的生活。我同心的祈祷，都是奉国外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第7条。罗斯要甲恁祝祷吼，愿天父上帝赐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、甲交通、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父子圣子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兄弟姊妹。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就到这告一段落，嘛伫后日共这个时阵，搁一摆伫空中来见面。愿天父上帝赏赐恁平安，
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几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几遍上帝。就甲因遵守主的命